共当局多年来在各国举办以新疆好地方主题会议，试图掩盖在东突厥斯坦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行。根据中共网报道，所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会同中国驻突尼斯大使馆举办新疆是个好地方视频交流会，邀请知识分子、农民工等7位代表用亲身经历讲述和展示了新疆社会稳定、人权保障等情况。泰国警方周四宣布，在泰国关押的3名维吾尔人越狱。根据了解，这3名维吾尔人在2013年非法越过泰国边境时被捕，目的是为了逃离中共的迫害。意大利总理表示，由于联合政府在议会信任投票中失去最大政党五星运动的支持，他将在7月14日晚些时候提出辞职，但这一决定被总统拒绝。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表示，是否参与2024年总统大选做出了决定。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很可能会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前宣布参选。周四，美国总统乔拜登在访问中东地区的第2天，与以色列总理签署了一项名为《耶路撒冷宣言》的联合协议，以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根据此协议，美国表示建立一个区域结构，深化以色列与该地区伙伴的关系，并使以色列融入其中，以及将和平圈子扩大到其他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7月8日，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奈良市演讲时被暗杀。现任首相安田文雄将安倍晋三的死亡归咎于警察安全保护不足。